各位親愛兄弟姊妹，今晚又係周景芬神父同大家分享生命融通嘅生命嘅核心價值。喺我哋嘅生命之中，究竟乜嘢係最重要嘅呢？食得好，瞓得好，有知識，有愛情，係咪咁樣生命就好好呢？有時我哋都會話，如果要尋找嘅話呢，唔好只係向外邊揾，都要翻心中去尋找嘅。所謂不必向外求圓，只向心中覓。響生命入邊究竟有乜嘢呢？喺我哋心中有良知良能嘅良心，一切本來就係美善嘅。但係如果我哋失去咗良知良能嘅良心嘅話呢，咁我哋人就好有問題嘅。但呢個世界呢個社會，人又點樣諗呢？乜嘢叫良心？就係本然而有嘅一個善嘅心，不學而知謂之良知，不學而能謂之良能。呢個就叫良心良知。我哋要努力將本有嘅善擴而充之。咁善係由於德嘅流露，我哋先至可以不斷咁活得更好。聖經入邊有講過嘅，聖神喺我哋心中入邊嘅時候播種咗善嘅種子，由善嘅種子長出嚟嘅係仁愛、謙遜、溫和、忠信、柔和、節制等等呢啲德行。咁既然係好似種響地入邊嘅花朵一樣，咁我哋就需要不斷咁灌溉，不斷咁修剪，所以德行都需要栽種、灌溉、施肥嘅。響嗰度我哋先至能夠真正睇到核心價值響邊度。所以響生活之中，我哋需要知足，因為知足就能夠常樂。我哋喺生活之中亦都要自滿，能夠自滿而無執，咁生命就美麗。生命都需要守樸，樸就係純樸嘅意思。咁嗰時就會不爭，爭鬥就會分裂。生命都需要至誠，至誠就係誠意、正心、真誠。咁嗰時我哋就要小心，單獨嘅時候，儒家稱之為慎獨。但係好多時，人呢好怕前進，亦都怕改變。要前進，你隻腳就要行；如果唔係嘅話呢，就冇前進。改變就將唔好嘅嘢抌咗佢，變得更好。所以我哋需要把握時機，改變自己，使自己能夠真真正正將唔好嘅嘢拆除咗之後，使自己嘅心入邊能夠活出嚟嘅就係耶穌所講嘅良善心謙。所以耶穌話：你跟我學啦，學我嘅良善心謙。呢個就係價值嚟嘅，有信心、有愛心、有希望，而冇自我為中心，驕傲睇唔起人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今晚我哋放低我哋啲驕傲，放低嗰啲唔好嘅嘢，讓我哋心中嘅良善，讓我哋心中嘅知足常樂帶入夢中，響夢之中使到自己生命係美好嘅。天主保佑你，因為你將會有一個美麗嘅夢。阿們。